这总统府的秘书长苏家全，因为侄仔苏振清涉嫌着食钱，请辞核准。苏振清80多岁老母亲是相信后生的这个清白，希望司法会当行后生一个公道。今年5日控制就职，总统府秘书长就任较无3个月，75天尔，苏家全就辞职了。各位说明一下。 伊的孙仔苏振清涉嫌收红包，和苏家全赶紧辞职。苏振清伫屏东立委服务处的团队拢无回应。80多岁老母讲话拢为后生。我是知影，阮的囝对百姓服务足认真的，清白安尼。司法在调查，互司法行阮一个公道就好啦。绿色的。2礼拜前，才委任律师苏家全甲苏振清即孙仔2人，甲国民党咧相告，因为被指控2017年透过个人事业拜访印尼无处理，苏家全咧提出告诉。 OK。所界争议有够侪，媒体咧曝光苏家全的查某囝甲囝婿经营的香薰蜡烛事业，伫公司成立半年的时，就摕到台电1600万的成立。不过苏家全的囝婿随发表声明，讲一切依照台湾的商业法规伫经营。超级豪华的大豪宅。 苏家全较早上引起人注意的争议是2012年的农舍违规案，当时和区议指控违反农地农用，佮引起中央甲地方的对立。 提供给我姐姐来使用管理，我们非常明确的告诉她，如果有违规使用，那就要禁止拆除。尾就是关出农舍作为公益的使用，虽然家族的争议真济，苏家全个人的政治路，依然是行甲真顺，蔡总统真看重伊，不过。 伊的孙仔苏振清即摆卷入收红包案件，指令和苏家全是总统府的秘书长，要蔡总统莫阁有困扰，和检调好好去侦办。